近年政府積極推動基層醫療系統，加強社區藥房喺基層醫療嘅角色，令到社區藥房可以服務到更多嘅市民。咁到底社區藥房喺基層醫療系統擔任啲咩角色呢？可以從邊幾方面幫助到我哋呢啲小市民呢？嚇，今次我都準備咗幾條問題問下啲街坊㗎。Let's go！咁你有冇聽過社區藥房啊？未，都唔知道有社區藥房。我最需要的社區藥房服務啊！可能你有啲係跟開嘅藥劑師，咁佢知道你嗰個 history， 咁你有咩事，咁佢可能我哋呢啲即係譬如普通平時嗰啲傷風感冒啊、發燒嗰啲咁樣，佢就會 base on你嗰個 history， 咁我可以即時俾到藥你。咁因為我係食好多種藥，我又有藥物敏感，我驚會食啲藥會唔會撞到？睇下我食呢隻藥會唔會影響我個人？我唔會買錯藥咯，或者問一問有關健康嘅問題咯。喂，睇嚟街坊們對於社區藥房都一知半解啫喎嚇，不如都係交俾賽馬會藥健同心藥物支援網絡嘅社區藥劑師，同大家詳細講解下。社區藥房係基層醫療系統重要嘅一環，透過提供社區配藥服務、藥物管理服務同埋小病小痛管理服務，提升大眾自我管理健康嘅能力。同大多數醫療服務提供者唔同嘅係，社區藥房提供方便可靠嘅藥劑服務，包括提供個人化健康同埋藥物嘅建議。另外，我哋亦會提供健康資訊推廣服務，咁樣可以改善長期病患者嘅藥物依從性，亦都增強市民管理個人健康嘅能力。藥健同心社區藥房提供便捷嘅藥物支援、藥物同個人化健康管理計劃，同埋免費嘅藥劑師諮詢等服務。以上大多數嘅服務都係無需預約㗎，歡迎大家隨時喺開放時間過嚟。今次唔該晒賽馬會藥健同心藥物支援網絡嘅註冊藥劑師詳細解釋。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並且捐助超過4億1500萬港元，推行為期5年嘅賽馬會藥健同心藥物支援網絡。由2024年開始，以先導形式喺多區設立社區藥房，為公眾提供便捷同埋可負擔嘅社區配藥服務，亦都會提供藥物管理服務同埋小病小痛管理服務，並且推廣健康生活同埋安全使用藥物等嘅保健資訊，為大家築起疾病管理嘅第一道防線，從而締造更健康嘅社區。等我下集再為大家拆解下一啲用藥嘅謬誤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